啲吉卜力風格漫畫照片係咪好靚呢？你都可以好容易做到出嚟㗎。大家好，今次為大家介紹一個 AI 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 Perplexity AI。佢唔單止可以陪你傾偈、答問題、報告新聞，佢仲可以生成圖片。Perplexity 比 DeepSeek 更方便，因為你可以喺熟悉嘅 WhatsApp 環境裏面就可以免費用到 AI 聊天機械人。依家等我教大家點樣喺 WhatsApp 裏面啟動 Perplexity AI。其實好簡單，喺 WhatsApp 裏面撳個加掣，開一個新嘅對話，喺搜尋姓名電話內輸入以下電話號碼加18333363285，便可以見到 Perplexity 對話，撳入去就可以開始同佢對話。你可以隨便問佢問題，又或者同佢傾偈，就好似你喺 WhatsApp 同朋友傾偈咁。等我示範俾你睇下。話俾我知，由銅鑼灣 SOGO 去尖沙咀海運大廈，最快又唔使行好多路，可以點去？Perplexity 諗咗一陣，就話倒俾我知最快嘅路線係坐港鐵，仲話埋俾我知邊一個出口。佢仲會問我想唔想知道巴士嘅路線添，真係好方便。我哋依家試下用 Perplexity 嚟做一張可愛嘅漫畫。俾我一張可愛漫畫，一個老伯伯睇住智能電話，好疑惑嘅表情。Perplexity 生成嘅漫畫照片真係好可愛。而家等我教大家做吉卜力風格嘅相啦。首先上載一張相，記得要喺上載之前話俾 Perplexity 知道要轉相片，做吉卜力風格。做出嚟嘅效果真係好靚，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啊！好啦，今次嘅分享係咁多，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次嘅分享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